达摩大师悟性论，伊州华严市沙门释中见后刻。辅导者以执灭为体，守者以理想为宗。故经云：执灭是菩提，灭诸上故。佛者觉也，人有觉心得菩提道，故名为佛。经云：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是知有相，是无相之相，不可以眼见，唯可以知之。若闻此法者，生一念信心，此人以发大乘超三界。三界者，贪嗔痴事，反贪嗔痴为界定慧，即名超三界。然贪嗔痴亦无实性，但根据众生理言语，若能反照，了了见贪嗔痴性，即是佛性。贪嗔痴外，更无别有佛性。经云：诸佛将本来常处于三毒，中庸于别法，离生于世尊。三毒者，贪嗔痴也。言大乘最上圣者，皆是菩萨所行之处。所行不成，亦无所成，将立成未上色，此为佛性。经云：无性为佛性也。若人知六根不实，五蕴假名，遍体求之，必无定处。当知此人皆佛语。经云：五蕴屈体名为三义。内照开解即大圣门，可不明在。不益一切法，乃名为禅定。若了此言者，行诸造恶皆禅定。知心是空，名为见佛。何以故？十方诸佛皆以无心，不见于心，名为见佛。下心不灵，名大布施。离诸动定，名大坐禅。何以故？凡夫一向动，小乘一向定，为出故凡夫小乘之坐禅，名大坐禅。若作此会者，一切诸相不求自解，一切诸变不知自差，此皆大禅定力。凡将心求法者为迷，不将心求法者为悟。不着文理，名解脱；不念六尘，名护法。出离生死，名出家；不受效友，名得道；不生妄想，名涅槃；不取无明，为大智慧。无烦恼处，名般法力；无心相处，名为彼外。迷时有此眼，若悟时无此眼。何以故？为凡夫一向自处。若觉最上圣者，心不自处，亦不自彼，故能离于此彼眼也。若见彼眼，亦于此眼，此人之心，已得无禅定。烦恼名众生，误解名菩
菩提，亦非不亦，只计故迷悟理。迷时有世间可出，悟时无世间可出。平平等法中，不见凡夫，亦于圣人。境分平等法者，凡夫不能入，圣人不能行。平等法者，唯有大菩萨以诸佛如来行也。欲境生于一于事，当亦异于静。该名不平等，不见烦恼，亦于涅槃，是名平等。何以故？烦恼于涅槃，当一性空故。是以小圣人妄断烦恼，妄入涅槃，为涅槃所治。菩萨离烦恼性空，即不离空，故常在涅槃。涅槃者，涅离不生，槃离不死，出离生死，出般涅槃。心无起来，即入涅槃。是知涅槃即是空心。诸佛入涅槃者，唯在无妄想处。菩萨入道场者，即是无烦恼处。空闲处者，即是无贪嗔痴也。贪为欲界，嗔为色界，痴为无色界。若一念心生，即入三界；一念心灭，即出三界。是知三界成灭，万法有无，皆由一心。若言还言一法者，殊破遐照得莫无情之物。若知心是假名，实有实体，无有实体。即知自家之心，亦是非有，亦是非无。何以故？凡夫一向生心，名为有；小乘一向灭心，名为无。菩萨以佛未残生心，未残灭心，名为非有非无心。非有非无心，此名为中道。是知痴心合法，即心法故迷；不痴心合法，即心法具悟。凡迷者，迷于悟；悟者，悟于迷。正见之人，知心空无，即超迷悟。无有迷悟，此名正解正见。色不自色，由心过色；心不自心，由色过心。是知心色两相俱生灭。有者有于无，无者无于有，是名真见。夫真见者，无所不见，亦无所见。见远是方，未残有见。何以故？无所见故。见无见故，见非见故。凡夫所见，皆名妄想。若即名无故，若即名无见，此名真见。心境相对，见生于中。若内不起心，即外不生境。境心俱净，乃名为真见。作初界时，乃名正见。不见一切法，乃名得道。不解一切法，乃名解法。何以故？
见而不见，故不见故；戒而不戒，故不戒故。无见之见，乃名真见；无戒之戒，乃名大戒。夫正见者，非得见而见，亦乃见而不见；真戒者，非得戒而戒，亦乃戒而无戒。凡有所戒，戒名不戒；无所戒者，实名正戒。戒而不戒，故非戒也。经云：不舍智慧，名愚痴；以心为空，戒而不戒，故是真；以心为有，戒而不戒，故是妄。欲戒时，法得人；欲不戒时，人得法。欲法得于人，即非法成法；欲人得法于法，即法成非法。即法成非法，欲人得于法，即法皆妄；欲法得于人，即法皆真。是以圣人亦不将心求法，亦不将法求心；亦不将心求心，亦不将法求法。所以心不成法，法不成心，心法两执，故常为在定。众生心生，即佛法灭；众生心灭，即佛法生。心生即真法灭，心灭即真法生。以知一切法各各不相随，是名得道人。知心不属一切法，此人尚在道场。迷时有罪，戒时无罪，何以故？罪性空故。若迷时无罪见罪，若戒时即罪非罪，何以故？罪无处所故。经云：诸法无性，真庸无疑。疑即生罪，何以故？罪因依行而生。若作此戒者，前世罪业即为消灭。迷时略识五蕴，皆是烦恼生死法；悟时略识五阴，皆是涅槃无生死法。修道人不外求道，何以故？知心是道，若得心时，无心可得；若得道时，无道可得。若言将心求道得者，该名邪见。迷时有佛有法，悟无佛无法，何以故？悟即是佛法。夫修道者，心灭道成，亦如甲即树，生出业报身，念念无常，无一定法，但随念修持。亦不得厌生死，亦不得爱生死，但念念之中，不得妄想，即成净有余涅槃。树立无生法忍，眼见色时不念于色，耳闻声时不念于声，该解脱也。眼不着色，眼为邪门；耳不着声，耳为邪门。纵而言，见色有见色性，不着相解脱；见色相者，相色薄，
不为烦恼所束缚者，即名解脱。境无别解脱。善观色者，色不生心，心不生色，即色以心故清净。无妄想时，一心是一佛国；有妄想时，一心一是地狱。众生造作妄想，以心生心，故常在地狱。菩萨观察妄想，不以心生心，常在佛国；若不以心生心，即心心入空，念念归净，将一佛国至一佛国；若以心生心，即心心不净，念念归东，将一地狱入一地狱。若一念心起，即有善恶二业，有天堂地狱；若一念心不起，即无善恶二业，亦无天堂地狱。为体非有非无，在凡既有，在现即无。圣人无其心，故行亦空洞，与天同量。此以下便是大道中正，非小乘及凡夫境界也。心得涅槃时，即不见有涅槃。何以故？心是涅槃，若心外境涅槃，此名毒邪境也。一切烦恼为如来净心，为因烦恼而得智慧。只可得烦恼成如来，不可得到烦恼是如来。故心为天朝，烦恼为种子，智慧为萌芽。如来寓意故也。佛在心中，如香在手中。烦恼若尽，佛从心出；扶手若尽，香从手出。即知手外无香，心外无佛。若手外有香，即是他香；心外有佛，即是他佛。心中有三毒者，是名国土废恶；心中无三毒者，是名国土清净。经云：若使国土不净，随恶充满。诸佛世尊于中出者，无有此事。不净废恶者，即无名三毒士。诸佛世尊者，即清净觉悟心事。一切言语无非佛法，若能无其所言，离净日言是道；若能有其所言，即将入目离非道。是故如来言不胜目，目不胜言，言不离目。误取言目者，皆在三昧。若知时离言，言亦解脱；若不知时离目，目也摄縛。是故言若离相，言亦名解脱；目若得相，目即是摄縛。夫闻离者，本性解脱；闻离不能就摄縛，摄縛自本来未就闻离。法无高下，若见高下，非法也。非法为法，是法为人法者。人性即法者，
即得道以废法，即是法也。若世俗言，即由男女贵贱；以道言之，即无男女贵贱。以是天女悟道，不便女行，车逆改进，宁以前称号。此界非男女贵贱，皆由一相也。天女于12年中，求女相了不可得，即使于12年中，求男相亦不可得。12年者，即12日是也。离心无佛，离佛无心，亦如离水无冰，亦如离冰无水。凡言离心者，非是远离心，但使不着心相，见魂不见相，名为见佛，即是离心相也。离佛无心者，言佛将心出，心灵成佛，念佛将心生。离心未常生于佛，亦如鱼生于水，水不生于鱼。若观于鱼，未见鱼，离身见水；若观佛者，未见佛，离身见心。即知已见鱼者，忘于水；已见佛者，忘于心。若不忘于心，尚为心所惑；若不忘于水，尚被水所迷。众生于菩提，亦如冰置于水，为三毒所烧，即名众生。为三解脱所证，即名菩提；为三动所动，即名为冰；为三下所烧，即名为水。若下却冰，即无白水；若气却足生，即无白菩提。明知冰性即是水性，水性即是冰性。众生性者，即菩提性也。众生与菩提同一性，亦如鸟头与父子共紧邻，但时节不同，未亦见过。由众生菩提离名矣，是以蛇化为龙，不改其鳞；凡变为性，不改其名。但知心者，智内；照心者，界外。真众生度佛，佛度众生，是名平等。众生度佛者，烦恼成五解；佛度众生者，五解灭烦恼。是知非无烦恼，非无五解；是知非烦恼无以生五解，非五解无以灭烦恼。若迷时佛度众生，若悟时众生度佛。何以故？佛不自成，皆由众生度过。诸佛以无明为父，贪爱为母。无明贪爱，皆是众生别名也。众生以无明，亦如左掌与右掌，更无别也。迷时在此间，悟时在彼间。若知心空，不见相，即离迷悟；即离迷悟，即无彼间。如来不在此间，亦不在彼间，不在中流。中流者，小圣人也；此间者，凡夫也。
彼岸菩提也，佛有三身者：化身、报身、法身。化身亦分应身，着众生相助，现时即化身；现修智慧时即报身；现觉无为即法身。上现非常十方，随宜救济者，化身佛也。若断惑，即是说三成道，报身佛也。无言无说，无作无得，湛然相助，法身佛也。若论智理一佛尚无，何得有三？此为三身者。但其人智也，人有上中下说，下智之人，忘幸福力也，忘见化身佛；中智之人，忘断烦恼，忘见报身佛；上智之人，忘证菩提，忘见法身佛；上上智之人，内照原执，明心即佛，不痴心而得佛智。第三心以万法皆不可处、不可说，处者皆脱心，生于大道。经云：佛不说法，不度众生，不证菩提。处之为众生造业，业不造众生。今世造业，后世受报。无有脱时，唯有智人。以处心中，不造诸业，故不受报。经云：诸业不造，自然得道。其言在，人能造业，业不能造人；人若造业，业以人故生；人若不造业，业以人故灭。实知业由人造，人由业生。人若不造业，则业无有生人也。亦如人能防道，道不能防人。今之凡夫，往往造业，妄说无报，其至少不可在。若以至少离理正心，造后心报，何有脱时？若正心不造，则后心无报，复安妄见业报。经云：随信有佛，言佛可行，是名邪见。随信有佛，言佛有金刚未之报，是名性不具足，是名一禅地。该圣法名为圣人，该凡法者名为凡夫。但能下凡法就圣法，则凡夫成圣人矣。世间为人，但欲远求圣人，不信悔改之心为圣人也。经云：无智人中，莫说此经。经云：心也，法也。无智之人，不信此心，该法成于圣人。但欲广外求学，爱慕空中佛像，功名香花等事，该对邪见，失心狂乱。经云：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84000法门，净由一心而起。若心上内净，犹如虚空，即出离心心内。84000烦恼为病本也。凡夫动生有死，百灵求机，该名大惑。所以圣人不谋其情，不如其效。
无乱当今，念念归道。若为五处大理者，即是早求人天之善，无能良实。夜作奇魂，一经断作结家父。疑神即照明洞虚，况劫由来不成灭，何事成灭灭无疑？一切诸法皆如幻，本性自空哪有敌？略识心性非现象，暂念不动自真如。离见能成转明净，不起臆想当真性。深罗万象变归空，见足有空凡是病。诸法本自非空有，凡夫妄想论邪正。若能不离其怀，随道即还非实性。三界心净顶虚空，遍满十方无不通。三河照壁无能踪，形沙世界在其中。世界本性真如性，亦无性即含容。非但诸佛能如此，有情之类并皆同。世间无灭亦无生，量以虚空法界平。无去无来无起灭，非有非无非暗明。不起自见如来见，无明可明真佛明。唯有五者应能识，未会众生有欲望。五经破裂笑无边，不起一念历三千。欲见真如平等性，心无生心即无情。妙理现有非心切，不用顺着令悲极。若能无念即真求，经欲有求还不息。